就是说他们要打毒酒就打毒酒。一直打到会战胜利。論持久戰，中美貿易戰嘅陰霾越發濃重。川普宣布對中國商品加徵高達145%嘅關稅，中國則以強硬姿態回應，聲稱奉陪到底，仲引述毛澤東名句話：佢哋要打幾耐就打幾耐。與此同時，俄烏戰爭已持續3年，談判桌上面嘅僵局呢，似乎永無盡頭。咁點解呢啲衝突總係拖延不決呢？今日咧，我哋試下從歷史去發掘答案啦。答案講下持久戰同埋消耗戰嘅軍事思想嘅來源。呢個唔單止係俄羅斯同中國嘅戰略傳統啦，更係一種文化基因。從1812年嘅冰雪戰場到1938年嘅抗日山村，再到今日嘅全球博弈，佢哋塑造咗歷史，亦解釋咗現實。持久戰同埋消耗戰嘅靈魂。持久戰顧名思義係唔急於速勝，而係通過長時間嘅拉鋸，耗盡對手嘅資源、士氣同埋意志。消耗戰則更進一步，旨在俾敵人喺無盡嘅損失中崩潰。呢個唔係百米衝刺，而係馬拉松，考驗嘅係耐力同埋韌性。對俄羅斯同中國嚟講，呢種策略並非偶然，而係由佢哋嘅地理、歷史同埋文化共同鑄就。俄羅斯嘅廣袤領土同埋嚴酷嘅氣候，中國嘅人口優勢同埋山川地形，都為持久戰提供咗天然土壤。而俄羅斯嘅冰雪戰雲，1812年。拿破崙率領60萬大軍入侵俄羅斯，試圖一舉征服呢個東方巨人。然而，俄軍喺庫圖佐夫將軍嘅指揮下，選擇咗意想不到嘅策略，撤退、燒毀糧倉，誘敵深入。法軍追擊千里，卻發現補給斷絕，士兵喺零下幾十度嘅寒冬中凍餓而死。最終，拿破崙嘅軍隊幾乎全軍覆沒，只係剩翻幾萬人逃回歐洲。軍事歷史學家約翰基根喺戰爭史中寫道：俄羅斯嘅領土重心同氣候條件，使其成為持久戰嘅天然堡壘。咁呢場嘅勝利，等俄羅斯人哋堅信呢，只要拖得夠耐呢，敵人終將崩潰嘅。呢種信念喺二戰中得到咗更深刻嘅驗證。1941年，納粹德國嘅閃電戰席捲歐洲，但係當希特勒嘅坦克開進俄羅斯，卻陷入咗泥潭。喺斯大林格勒戰役當中，蘇聯軍民用血肉之軀抵擋德軍嘅進攻，硬生生拖住咗敵人嘅步伐。1943年嘅庫爾斯克戰役，蘇聯再次以消耗戰扭轉局勢，擊碎咗德軍嘅最後希望。學者理查德·奧弗里喺俄羅斯的戰爭中指出，蘇聯嘅勝利靠的係以人換時間，用巨大嘅犧牲換取咗敵人嘅精疲力竭。呢啲戰爭喺俄羅斯民族記憶中留下咗深深嘅烙印。持久戰係生存嘅法寶，係勝利嘅保證。俄羅斯嘅持久戰呢，並非單純嘅被動防守，佢結合咗工業動員啊、大規模徵兵同埋心理戰。學者大衛格蘭茨喺蘇聯軍事運營藝術中分析，蘇聯嘅軍事思想強調工業與耐力嘅結合，通過源源不斷嘅坦克、火炮同埋士兵壓垮對手嘅意志。二戰中呢，蘇聯嘅工廠每日能夠生產數十輛 T 到34坦克，咁呢一種硬實力呢，讓消耗戰呢就成為可能啦。係中國嘅人民戰爭，同俄羅斯嘅冰雪戰場唔同，中國嘅持久戰故事發生喺廣袤嘅農村同埋崎嶇嘅山地。1938年，抗日戰爭進入白熱化。
日本軍隊佔領咗中國東部嘅大片土地，面對強敵，毛澤東寫低《論持久戰》，提出咗一個大膽嘅藍圖。中國要贏，唔能夠靠一場決戰，而係要靠全民動員，通過游擊戰同運動戰，把日本拖進泥潭。毛澤東嘅策略核心係人民戰爭，佢號召農民、工人，甚至普通百姓加入抗戰，用地雷、夜襲同埋伏擊，讓日軍寸步難行。嘅城市丟咗冇緊要啊，鄉村定我哋嘅，敵人呢有飛機、坦克。我哋有地形同人心。毛澤東預言戰爭將經歷3個階段：戰略防禦、戰略相持、戰略反攻。8年抗戰呢，證明咗佢嘅遠見啦。日本嘅資源呢逐漸枯竭啦，國際形勢逆轉啦，最終喺1945年投降啦。學者費正清喺《劍橋中國史》中寫到啦。毛澤東嘅持久戰係中國革命嘅獨特產物，佢將民族主義同農村社會嘅潛力融為一體，創造咗以弱勝強嘅奇蹟。中國嘅持久戰同俄羅斯有咩唔同？如果話俄羅斯靠嘅係硬實力、坦克、火炮同埋人海，咁中國靠嘅則係軟實力、人民嘅信念、地形嘅優勢同埋靈活嘅戰術。毛澤東嘅軍隊幾乎冇重武器，但係佢哋有無數農民組成嘅游擊隊，有全民抗戰嘅決心。呢個讓中國嘅持久戰更似一場哲學，而不僅僅係軍事策略。4嘅從歷史到現實，俄烏戰爭嘅持久戰魔咒，而家呢，就俾我哋將目光轉向2025年嘅俄烏戰爭。呢場衝突已經持續3年，談判一次次破裂，戰線卻依然膠着。點解戰爭拖得咁耐？答案就喺俄羅斯嘅軍事傳統中。對俄羅斯嚟講，持久戰唔係新鮮事，而係老本行。從1812年嘅拿破崙到1941年嘅希特勒，俄羅斯一次次用耐力擊敗強敵。喺今日，普京呢似乎都喺度複製呢一劇本，挖戰壕啦、建防線啦，係拖延進攻啦。咁試圖呢就將烏克蘭同西方嘅資源耗盡啦。俄羅斯嘅策略好簡單啊！我有石油、糧食同埋士兵，你哋能夠撐幾耐啊？佢哋相信時間會讓西方內部嘅分歧，比如美國嘅選舉、歐洲嘅經濟壓力逐漸瓦解對烏克蘭嘅支持。學者斯蒂芬·布蘭克指出，俄羅斯嘅軍事文化視戰爭為馬拉松，不在乎短期勝負，只求最後站立。呢種思維根植於歷史。1812年嘅寒冬，1943年嘅戰壕呢，都話俾俄羅斯人，只要咬牙堅持，勝利終將到來。然而，持久戰並非冇代價，俄烏戰爭嘅每一日都意味住生命嘅損失、城市嘅毀滅同埋全球經濟嘅動盪。喺俄羅斯嘅歷史經驗，或者許俾佢哋自信，但現代戰爭嘅複雜性，從無人機到經濟制裁，就比呢場馬拉松嘅終點變得遙不可及。